這一剎從心思從今天上到老。從前情意，此刻不想再探討。還有以後，亦不想再以後。有變幻，有誰能預見？誓言未必一日做到，但這心始終待你真的好，其餘如幻變管不到，懷疑要你心裏真的傾慕，其他的不想再知道。我呢個同大家拜下年啊嘛。係喎，今日年初三，祝各位龍馬精神，事事如意，心想事成。多謝。從前情意，此刻不想再探討。還有以後，亦不想再有變幻，有誰能預見？誓言未必一日做到，但這心始終待你真的好，其餘如幻變管不到，懷疑要你心裏真的傾慕，其他的不想再知道，懷疑要你心裏真的傾慕，其他的不想再知道。恭喜恭喜晒，周 Sir 啊！當然可以啦，當然可以。我同佢好多偈傾嘅，想起當年咧，當年咧同佢去南美洲參賽，去個南美洲個督嗰度智利，佢當時咧就未離開過香港嘅，一飛咗48個鐘頭先去到南美洲，唔係你㗎嚇，都係我㗎。係啊。多謝手幫我擺低啲花先，多謝晒利是，多謝晒，多謝晒。